甘孜州那边跳服装舞的话，周边交通都要管制的，不让进，车都不让进，只能跳服装舞。这边就没有这个待遇。本来地方也不一样吧，那个地方市委监跳。
有点冷，现在18度吧，看一下应该是18度。mà bù la khăn số giờ cây ni măng ta sang khen chi chi trăm lô đi la cả là khi bất cứ chi chờ lô情节啦那，只算我公布在前头，公鸡在这么落地了，他那些个子穿落后，这落熊。搞忘了，这个搞忘了。
长，头发垂在里面。切磋。
8个字黑白中间的那个也是团队成员走马的成员。
一般对他们说，应该一天当中最穿的最好的，跳舞习惯，穿的最好的。感冒像温补一样感冒。大小
这个好像找人吧。看到条子它那个颜色嘛，好漂亮嘛！这一段全年龄色的啊，这一般我用的是分龄色。就这个角度拍下来是一张最好的封面也。使的是36，这个是18。它那个上面有个标记在那里，像这个 A1 上面没有。一天没来呀？一天没来，看到了。yo
还真的很好。这个在这个第二个，这个女孩子第二个，她那个紫红色的那个，对对对，那个看，好那个紫色那个，对，就是。
视吧，就是吧，对，就是它，就是。里面有卡片，里面有卡片。啊，没事，
大麦岭，意思就是大麦所以红火嘛，那个是最多的。一般天花的话是过冷的。其实我们还有表演，只开了几个月，应该2、3个月吧，贷款应该收的是几兆，高吗？6兆，他那个绿色是2.1兆。一般收的是5兆、6兆、5兆吧，4兆都差不多，4兆元。脖子上挂的，还有那个斜挎的那种也有，还有点多那个。
下去。
可以啊，单子知道。你们还得看抖音啊，抖音。地面都已经开头了，过来。 消失好久了。他来了，很爽。都把名字写上了。
今天有可能刚刚结束就要下雨了，下毛毛雨了，大毛毛雨了啊，又在下了。这两天天气真的不好，明天也好。哎，那吴家茂来了嘛？雨点了，不是吧？哦，不是，搞错了，那这个下雨好了。腊肠红运那个，这个一般是连在一起的，6分钟加2分钟的班，9分钟，基本上是夏瓦亚多的那个长度，20分。这里面拉宝娃跳得好，跳得很开。这边还看到啊，回家两个那就是那有可能打字应该不会吧？你用你的手机看一下，先看一看，用另外的手机看一下，有没有更多。这个老夫也到处看。还有以前就是西西啊、瑶瑶啊，丽丽可以吧？但丽丽的幅度没有那么大，她穿裙子是比较大。像杨秀他们穿普通那种动作很好看。这个不分男女动作，分脸全。没有了，这个只有不到3分钟。现在24，还有6分钟吧。有可能会跳完舞马上下雨那种，有可能啊。现在下毛毛雨，现在好像没下那样。再看一下花吧，中午没有周年啊，那几个日，应该是粉丝送他的。这个架子，他们说，我问花店，我说你这个架子很贵吧？他说不是，反正这个最便宜。我说怎么便宜？它是一个木棍子嘛，3块钱的。跳不来。
你坏不坏？宝宝这个一个。这天18度左右，可能我现在还穿短袖，应该在11月份15度都是穿短袖。还有一首吧，叫跳啥呀？跳舞，就是吉祥祝福嘛，骑马舞，对，骑马舞，最后一曲骑马舞，对，激情，吉祥，激情来劲。对，骑马舞，康巴。那天陪我的很好，那天刚刚结束就下雨啊，前天，大概1分钟左右，很快，就是非常快，那就下大了。今天应该会作业的。对，泡汤，泡起热河，现在泡起热河，天气凉了，都行。这不是还看到？啊，你好烦啊！
出去的，就是看爷爷，就是在做发明的。吴姐要不要？要吗？不要走。要不要送你？不是直接去。那个。100W。你要用自己手机随时检查。它如果正常的话，一般它看人是电的，人是电的。比较快的话，就是你挂网了。哦，那有个软件进去。软件就随时监控到。今天就送了这个。你看是什么？这个我送的啊，这个我们网友送的。这是哪个？送给哪个？这个送礼堂多嘛的。哦，哎呦，好大哦！这个是800块钱的，就是的。昨天送了4个嘛的，前天昨天下雨的。下雨也送了，我在里面送的。在这里面，我看到你们在那里头，但是人不多，嘎。也多还是蛮的。哦。反正我准备了20条哈，但没弄够。应该准备30条。天气不好，20条不到。有30，有4-5个3色的哈达，还有后面白色的。昨天下雨嘛，他们都到前贡献里面。这儿一样的噻，这儿不受影响啊。不是，因为我下雨我就不想过，不然太冷了。你那个彩色哈达在哪儿买的哟？就在你五角膜那儿拿的，五角膜拿的我的。这个是的，哈达3块钱。狗狗给你，我走啊。好的好的。彩色的。什么跳不成？他们说过，跳不成的话，晚上就给你130，给你100。130拿了20多件了。昨天哎呀，他们家那个狗狗以后都是音乐家了，以后都是音乐家。他啥都有那个，你找到一号他们是拿就说，他拿我就说，他都拿成本价2-3块钱的，还没7-8块钱。对呀。你看说嘛，还没有卡那张另外一个头像是台湾的。看到卡片没有啊？卡片找到没有啊？对。今天好幸福，这么大的花。哇！你那个啥吧？你看怎么了嘛？就台湾的那个。都送来大人嘛。拜拜。这个花是800。对，基本你个别给那个花点都是送800。总共送了几个了嘛？昨天10个，前天3个。基本每天都给那个花5角没有个。这个花点是绝对是要活了的。在那里。呀，一个有8个、9个，就8-9个。昨天你送了4个人大。他们台湾网友送前天花也多。就有一天天晴那天花特别多。就是也是。他们玩吃的花，基本上开始嘛是正在在。不是，不可能的。全是我等会儿要特别日上个10个，我送的10块钱。就那一天不是？都要特价每一个的。有一天天气热的，就前几天。我抢先那个我去付。因为他们送100，我就送200；他送300，我就送500。没有送。因为他要扣30%。好，停了，我相机停了。